好啊。上帝啊，求你予我创造清气的心，予我的内面有换生正直的神。上帝是光，地全然无暗。咱若行伫光明，亲像伊踮伫光明，就甲咱三角交陪，就是甲爸甲伊的囝耶稣基督。这是咱唱圣诗234首，圣诗234首，我心实在懊恼。请起立，咱来吟全首。Oh
由阮徛伫这时来用四道圣经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迄多人来受苦，定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外就天，打坐你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外，永远的命。阿门。请坐。这时咱来三个来启用。启用文第37篇，详细也是诗篇23篇。启用文37篇，我来启，请会友来引。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你的嘴若讲正直，毋通行善歹人，将来一定有愿望。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着听探生你的老爸。若要情理，毋通卖。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就互恁的父母欢喜。我的囝，就将你的心交托我。好，这是咱的三个祈祷。阮阿爸爸上帝啊，你是阮的力量，是阮的诗歌，也是阮的拯救。顶一礼拜，阮伫你的保守看顾下，一切事物拢平安顺遂。阮感谢学罗你的听。今仔日是你所定的安息日，你的经历文过来到你的圣殿要敬拜你，要感谢学罗你，要来领受你圣实，坚固阮的信仰。洗除阮伫世俗中所受的污染，互阮有清气的心，保持一个永远较无你的心来跟对你。你教示阮伫这个世间爱做光做盐，总是阮若失去味，灯内若无油，要怎样做光做盐啊？求主出智慧、聪明，互阮正人来全部来听。今日本人听牧师要传讲的盐甲光的信息，互阮毋若听下，搁去行，互世界人看见咱好所行来归荣光，互咱的天理的爸。也求主你继续引带保守同教会牧师传道忠直，好有干咱的干事，互阮有福气、智慧、清楚明白你教示的真理，会互你得到你的祝福。伫你的面前来蒙恩，坚守主互阮的信仰，所行逐项的事工，有照你的教示，你所随恩典，甲你所定的旨意来行，佫会用主你的名来归荣光，互上帝恳求主你的感动。主啊，求主的信守，继续保守，身体有病痛的兄弟得到医治，快快恢复健康；心灵有创伤的兄弟，正得到主的安慰，出外读册、工作的，也求你教因三角地地，保守因的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工作读书顺利，时时有主的喜乐来陪伴。也求主你甲本人听牧师三角地地，求主的灵充满，互伊伫今仔日所传讲的信息，会互讲的、甲互听的拢得到利益。其实
阮求主的圣灵运行伫圣殿的中间，引带阮敬拜对头到尾拢顺利，得到主的欢喜接纳。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是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5章13节到16节，马太福音书第5章13节到第16节，和本第5页，汉语本第4页。这是我来强读。恁是地上的盐，盐若失味，要用什么互伊咸？后来无路用，不过迄伫外面，互人吞吞尔尔。恁是世间的光，城起伫山顶袂稳密，无人点灯，会下伫斗下，就是下伫灯台顶，就骗照厝内的人。安尼，恁的光照伫人的面前，互因看见因的好所行，来归因光，互因天理的白。以上，这是赞美，请圣歌队因今仔的诗歌题目是《爱礼物》。正道，冯牧师今仔所要讲的题目是盐入味光的石。
兄弟平安。啊，真感谢主，我今仔日会当代表着台湾教会广播社来到咱桃园教会，甲咱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请咱搁一遍，咱额头来祈祷。创造的主是阮性命的主宰，我要来学乐你，感谢你，因你予阮白白领受着你的福分。那这个时阵，我若要搁一遍，看见着信仰的前辈，因怎样用因的血、用因的肝，诚做目接所期待，才会要伫圣神引出的面，诚做阮生活中要紧的准绳。主恳求你帮助阮，搁一遍常常提醒阮，阮是宝贝的身份。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今仔日这个文字事工的奉献主日，我要用这段盐有味光的笑，来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咱来看见着讲，文字事工是安怎甲这个盐甲这个光有真大的一个关联性。今仔日咱所看这段圣经节，是主耶稣基督伊伫即个登山宝训了后时阵，对信徒搁一遍对因的一个提醒甲交代。一开始呢，伊大声安怎讲呢？伊讲恁就是啥物？是盐啦。真奇怪，咱常常会去讲，咱来做光做盐，总是呢，咱来看圣经顶面，伊是讲恁就是哦。这个是啥物意思？讲恁已经有这个宝贝身份啊，恁就是。有这个宝贝身份，有这个盐的身份。那你讲，咱就要来想，是安怎主耶稣基督直接要讲，恁有一种宝贝身份是用盐来做代表的。盐是啥物？我会记得我国民小学1年的时阵吼，我是1968年住的，所以当这个国民小学1年的时阵，会记得讲迄个时阵，台湾的这个民生的一个物资毋是真发达，所以我的妈妈吼，真特别讲亲像即摆要到中秋吼。带我去柑仔店，柑仔店即摆可能囡仔听无啦吼，嘛无柑仔店。伊带我去柑仔店呢，买啥呢？讲来，安尼吼，无这2包味素，放1包盐，明仔载摕去送互老师。咱即摆若做家长的，你若去柑仔店，还是讲你去全联去买2包盐、1包味素，还是讲2包味素、1包盐，甲你的囝儿是讲，这个明天拿去送给老师，伊会安甲你专甲你翻白眼讲。即马哪有人咧送盐互老师的啦？总是我印象记啊真清楚。伫迄个吼物质真欠缺的时阵，即个盐哦真要紧的。所以另外咱来想一个问题，我相信咱即马咱兄弟姊妹甲我共款吼，每一个月拢有一日特别欢喜，倒一日领薪水吼，领着谢礼一工吼，真欢喜。咱来想咧，即个薪水这字伊的英文叫做 salary。那 salary 伊的字根是啥？就是 salt， 对盐所来做字根的。那你会知影讲吼，迄个盐真宝贝特别对于这个犹太人因来看的时阵，当时这罗马兵丁，因除了领薪水吼，领这重块这个吼银两以外，有一部分就是爱发盐互因啦。所以当主耶稣基督直接讲，恁就是这个盐足宝贝。特别咱来看这张图，咱更加会让了解讲是安那伊咧讲，即个宝贝身份失去的时阵，就放迄伫外面，亲像一般的石头共款。伫咱台湾呢，咱所咧食的盐，咱有印象就是讲吼，去买一包台盐吼，内底刻咧水内面就扬去，伫咧即个海边伫遐咧拍盐。总是呢，犹太人因所徛起的所在，因的盐是伫即个石头顶面，所以呢。有的石头是有盐分，咱来看讲，这犹太人伊咧食物件的时阵，就几种方式。一种若是讲较呢吼粗线条的，伊就一手摕食物，另外一手呢摕即个盐，喙齿吼伫遐装咧安尼吼，就迄个咸味。装到一半时候，敢若无味吼，就迄去外面，这已经做做一般的石头。若较斯文一撮的人，伊可能将即个盐先伫咧鼎甲卤的，再甲菜揢入去，互有咸味。想要啉汤水吼，咸水，就先去咧鼎内面，甲水做伙来滚。
所以有一日，这个石头会失去了烟味。所以主耶稣基督伫遮咧讲吼，恁就是一款宝贝身份。所以现在咱来想看卖，咱是毋是真宝贝？咱足宝贝。主耶稣基督透过着伊的话语，互咱知影讲，咱伫上帝面头前，咱是一种吼上帝甲咱惜命命。若是安尼，毋通互即个宝贝身份来失去。煞接咧，伊就来讲，恁是世间的光。世间的光是啥物意思呢？即个世间的光是代表着讲一个公义。因为咱来看伫创世纪顶面所写第一章的所在，讲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即个光呢，互人脱离黑暗；即个光，互人充满着愿望。所以光是一块的一个公义。所以恁是世间即个光，即个光就是讲有上帝公义、上帝形象。伫咱身躯顶面的时阵，咱要成做一个上帝一个代言人。迄个光爱照伫逐所在。若是安尼，咱来看我要互大家做伙来想一个问题。当主耶稣基督伊伫即段圣经节，伊直接咧表明讲，毋通失去掉即个盐的味。另外咧，即个世间的光是亲像一个城起伫山顶，微微温密。安怎叫做微微温密？咱来看下一页吼，我再用玫瑰。一页好。即个是一个主恩牧场，即间牧场呢，伊的经营者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伊是伫台湾中部吼，即个中华的所在。我用即个例，互大家当听清楚，知讲啥物叫做城起伫即个山顶，袂当温密。差不多20年前，我要创立做牧师进前，我去找即个主恩牧场的头家关先是讲，关先，你吼是一个好牧者。我要做牧师我来学习讲安怎做好牧者。我去找伊开讲。你晓的时阵吼，即个主恩牧场即个关先就甲我讲本身你敢知影是安怎？我要将即个我的牧场叫做主恩牧场。我一听想讲，我知影，这主恩吼，即个教会菜市仔名，足侪人拢爱用主恩2字吼。菜市仔名毋是讲毋好吼，耶稣我那是菜市仔名，表示啥？真侪人真爱用啊！这有一款的一个气力。伊讲当我即个牧场要叫做主恩的时阵，我甲我的囡仔叫来，我甲因讲来，阿爸即个牧场将来要交互恁。我要甲这个名叫做主恩，你想好毋好？囡仔咧听到真着惊。这阿爸哪会用迄个真严肃一个心情甲态度咧甲伊讲即个问题？我阿爸，你决定就好啊。讲无，这将来你要升接，你先想我清楚。如果你若同意的时阵咱再来将这真正号做主恩。过了无偌久，伊阁甲伊的囡仔阁问一遍，你有想清楚无？我要将这个牧场叫做主恩牧场。囡仔嘛是共款，阁一边甲回答，讲阿爸，这你决定就好啊。伊讲，如果你若同意这个时阵，我甲恁讲，这个主恩2字就是我的老爸你的阿公的名。所以当主恩2字挂伫遐的时阵你袂使互这个看板任何一天受到侮辱。而且咧，人看到主恩2字的时阵，就知影讲这是一个基督徒所经营的一个牧场。谁人用这款遮尔严肃的态度，伊就甲我讲，20年前，咱甲想看卖咧，迄个时阵台湾的食品安全的问题无爆发定定拢有问题啦，只是无互人讲出来。迄个时阵，伊就甲我讲本身你想看卖咧啦，即摆咱台湾特别到热天的时阵，哪有遐尼侪鲜奶茶啉啦？你若到市面上去买什物叉叉泉、叉叉水迄拢嘛是透牛奶粉的。但是我甲我囡仔交代，你将这个牧场叫做主恩2字的时阵，你袂使有任何一遍将这个牛奶去甲透牛奶粉。当时伊咧要伊是个物件，伊咧强调就是讲，这是对伊来讲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信用。所以咱想起着讲，伫圣经这段圣经节，咧对咱一个提醒，讲当迄个城起伫真悬的所在时阵，袂会温密。那安尼咱当继续来看这段圣经节，伊安尼讲着亲像灯人若点灯，无人客伫斗下，是爱将这个灯点咧悬灯台面顶，来骗照厝内面的人。我会记我的牧师娘一边去买这个捕蚊灯啦要抓蚊因为咱知我为白人来，
即个台南吼，定定拢有即个天高者登革热啦吼。不过咱住咧桃园地区吼，你放心，听讲即个登革热的网啊吼，飞袂过大甲溪啦吼，所以即边无登革热。南部吼，既然到即个天气吼，咧特别即个高接吼，冷热高接的时阵，网啊真高。我无顺利去买一个捕蚊灯，伊问头家讲，老板，这捕蚊灯吼爱刻咧什么所在啦吼？头家就讲，这捕蚊灯当然你遐囥个悬悬啊，180悬吼。我即下想起来讲，可能像迄陈牧师吼，遐烟头很大，囥吼像伊很悬安尼。你若无囥啊悬吼，你若讲要甲藏咧这刀啊下面吼，你莫讲网啊找无。你踮伊吼，你嘛家己毋知讲你刻咧什么所在啊？顶爱刻个悬悬，大家看到的时阵，亲像迄个光伫遐咧笑，是安怎呢？咱继续来看伫第16节，咱对咱一个表示。当即个光伫遐咧笑，当咱看见着讲你有即个盐的即个身份的时阵，要搁一遍，知影讲即个好所行会当归阳光，互咱伫天里的白。那安尼，咱今仔日即个短短一个圣经节，咧甲咱讲几个重点。第一个，咱有宝贝身份；第二，咱拢爱伫这世间真做是主耶稣基督一个代言人。那安尼，第三，咱要看见着即个好所行，毋是要乒乓家己，总是呢会当来显明上帝一个荣耀。另外，今仔日即个文字时间的奉献主日，我要用即个圣经节来讲，盐爱互有味。光呢爱伫遐照，还是讲光爱互伊笑，光伫遐爱笑。第一个部分咱来想，即个盐伊到底有啥物款的功用？盐伊会当来消毒杀菌，所以呢，伫古早伊无即个消毒药水的时阵，古早人因拢会用盐水来做杀菌的功用。伫以西结书第16章第4节，伊嘛有记载，讲当红仔若出事吼，咱爱用盐水甲伊洗互清气。现代人咱嘛定定感觉讲，咱若即个脑后吼，小可咧抹吼，你无爽快的时阵吼，袂去找你鼻喉科进前，你着先落盐水，落的吼，敢若有效吼。盐会当消毒杀菌，文字嘛要帮助咱做消毒杀菌的一个作用。是安怎讲呢？2个月前，我相信即马大家拢有即个智慧型手机吼，拢真侪群组。2个月前，我对即个赖内面吼，收到足侪群组，拢咧发共款一个消息。是啥物消息呢？伊咧写讲，根据台北马偕病院表示，某某资深医师指出，即马毋通去食沙西米啊，袂使食生鱼片。若食生鱼片吼，你的胃壁内面会黏即个海藻虫，对你性命会造成真大一个危险。现代基督徒拢咧做假见证。大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表面伫遐叮咚叮咚一直传一直传。我看了的时阵，我转将这个我甲伊发予台北马偕病院这个董事长刘碧云医师，但是我是用这段我甲伊请教3个问题。讲刘医师，我甲你请教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请问台北马偕病院有发这款的一个信息？第二个问题，请问台北马偕病院有这位资深的医师？第三个问题，我要请问你，你用这个医术专业的一个财物，请你甲大家讲到尾仔真正食这沙西米吼，会海藻虫黏咧壁，造成咱的性命有危险。无偌久，伫这个台北马偕病院这个官方的一个网站顶面，就做一个澄清，讲是咧第一，阮马偕病院无发这款消息；第二马偕病院嘛无这位医师；第三。根据目前一个医学无法度证实，讲若食这个沙西米会生什么海藻虫，对你性命会造成危险。伫这个官方的一个网站甲伊做出来。我讲即摆现代人，咱无欠资讯，咱欠啥？咱欠一个正确的资讯。真感谢主，当1885年，迄一年呢，在咱桃园教会设立，但是迄一年呢。上帝恩典嘛，透过着巴克的牧师开始来发行台湾教会公报，伫迄个时阵叫做台湾府城教会报。我恁办报纸一个心情甲态度呢，是真毋茫讲互咱相信讲咱信的的确是真，得用真认真的一个态度来面对，得常常原来会发生错误啊。所以呢，这个文字要帮助咱消毒杀菌。我会记得20年前，迄个时阵开始会当收这个 email。电子邮件，
我即马开始有 email 是有伫遐等呢，等下等一工哦，收到一张电子邮件，偌欢喜咧！就爱敲电话吼，甲你的朋友讲，我今仔吼收到一张 email 呢，敢若足闹共款。20年了过去啊，咱甲看卖咧，可能大家拢甲共款，手机啊一拍开的时阵吼，拢甲你显示啥？显示讲吼，你阁有999张批吼，还袂通。咱现代人吼，资讯太多，总是咱爱相信，讲咱爱透过着即个正确的文字。正确文字伫什么所在？真感谢主。互咱会当看圣经，认捌主的道理，咱会当看真侪遮的刊物，特别伫遮，我要甲大家讲台湾教会广播社，阮用即款一个真严肃真认真的态度咧面对，真毋茫讲对即个文字吼，会当对咱所有兄弟姊妹有所帮助。这第一个部分咧，甲咱讲盐会消毒杀菌；第二个部分吼，盐会当调味啦，盐会调和一个功用。这个盐真重要，总是呢，咱看见讲现代人食面吼，有当时我咱伤过头咸的时候，下重咸对咱身躯造成一款的败害，袂使伤过头咸。盐吼拄好就好啊。这种拄好呢，就是亲像使徒保罗伊伫哥罗西书第4章第6节，伊伫遐咧劝勉信徒，咧甲因劝勉安怎呢？讲咱的讲话吼，温顺亲像用盐调和啦。所以这个盐的是要帮助调和，但它温顺，拄好就好，唔通引起着争端的一个话，讲智慧、健康、正派话，互人听了感觉吼真柔和，真安尼，感觉真温顺。我手中有摕这个叫做《经心周刊》，这个《经心周刊》是阮教会广播社吼，逐礼拜发行量上大，一礼拜拢爱超过18万份。这个用意是啥？这个用意就是毋茫讲人看到这内面真实的故事，帮助咱的性命有一个吼真啊温柔调和。总是有足侪牧师甲我讲吼，恁迄经心好就好啦。但是吼，会友这个礼拜拢毋听我讲道，拢伫下面咧看经心啦吼。我讲无啦，阮即马经心做足歹现的吼。这个经心周刊是要帮助咱，爱摕倒去厝内面看，看了吼，毋通总甲单调。刻咧咱厝边头尾的信箱内面，甲录落去。有一天，这要发生功用，咱毋知影。上帝要亲自做工，亲自引传。另外咧，咱讲这个调和吼，我讲一个笑话互大家听。我牧师娘吼，伊结婚之前伫台东马街病院咧上班，咧做护士。伊讲吼，即摆人到伫暗时急诊室吼，拢有笑话啦，安怎笑话？迄医生吼，拢袂先问讲什么镜头。即摆人救护车吼，医入来的时阵吼，医生拢先问一下讲，那个哪一组的？来讲，布农组的，伊讲不用看，肝硬化，酒啉伤多去啊吼。这医救护车来的时阵吼，转来问讲哪一组的？迄个排湾组的，排湾组不用看，可能痛风、山肉吃太多，这医救护车入来时讲，倒一组的。阿美族诶，阿美族注意，伊食物件拢生咸，是真咸吼。可能小心是不是迄个心血管疾病的中风？我来问伊讲，若是平地人入来咧？伊讲平地人嘛毋免看，是安那叫做没心也没肝。盐会帮助咱调味。咱伫最近拢有看到一个真出名的一个人，叫做吴念真5两金。伊真高。真够写作也是导演，而且拍真侪广告。伫最近呢，伊咧讲起着讲，伊细汉的时阵，住伫即个高雄金瓜石所在。伊讲住伫迄个所在吼，大家拢真善，总是大家拢真快乐。不过呢，真善拢毋捌字，袂晓写批，袂晓读批，所以内面就有一个刁春伯啊。伊即个人吼，虽然原来共款是一个炭工，共款是咧做工的。总是呢，伊会晓读册，伊有读册，会晓写字，帮人写批。所以伊讲有一遍，大家拢叫伊师啦在调准边师。有一遍，有一个即个住因厝边有一个乌子桑，就来甲找这师傅讲，师，你帮我写一两批互阮囝，要写啥呢？伊写你甲伊讲你即个夭寿死囡仔，出去工作遐尼久，半仙钱拢无寄转来，你若毋过寄。若佫毋寄钱转来两个小弟无法度读册，实在有够不好。
是要活活甲我气死是无？哦，阿师就讲，哦安尼吼，来，啊我吼哪写，啊哪读互你听，你看吼，我有写了毋对无？啊开始就听，哪写啊来讲，囝，你外出工作足辛苦诶，但是吼厝内面真善，你嘛真清楚。如果你若有领薪水，毋通袂记哩哦。厝内面阁有2个小弟啊，爱读册，寄淡薄仔钱转来。啊，你吼离乡背景，请你会记你爱多多照顾家己，老爸敬上。吼，啊，你是毋是这个意思？对，我就是这款意思啦。要求时那免写吼，免写吼。我用这种方式，吼啊，对这人一个帮助。因为这个师傅刁春伯有一天，转甲因这囡仔叫来，恁吼等于写作文互我看。哦，啊，第2天伊就甲这念真仔叫来，念真啊，来我你讲，我哪有遐真正要叫恁写作文？我是要吼，甲你讲一样代志。师傅吼，有一天会老会死，啊，这个所在吼，爱有人继续帮因写批读批。我看你文笔袂歹，啊，你后边吼会当帮刁春伯吼做这个工作。哦，迄天开始吼，吴念真行路拢有风，啊，厝边头尾逐个吼，啊3块5块啊捡的吼，专买一支棍片就插伫遮吼，安尼哦，江湖接班人共款吼，啊，我开始啊，伊来，啊，你棍片共摕咧吼，就袂使无做工课啊吼，开始斗人写批，伊讲有一天转收到一张批，啊，是安怎有这张批呢？哦，这张批当时啊是安怎呢？讲伊厝内面吼，厝边有一个乌巴桑，这个乌巴桑有一个查某囝，足友好的。啊，总是伫迄款真善食的地区，大部分的查某囡仔拢从国民小学毕业了，就爱去城市工作。啊，做几年了的时阵吼，感觉伫这个电子工厂吼，啊做作业员，趁了无够，就安尼大部分因为友好的关系，拢爱到伫酒家啊，无地点啊。这个查某囡仔嘛共款。啊，这查某囡仔有一天吼，伊转带一个足重财的查甫转来，甲伊的妈妈讲妈，这个吼对我足疼惜，足爱我，而且呢无气嫌讲我伫地点啊上班，是毋是你会当互我甲伊结婚？这个妈妈听了，咱也是做事大人，听着讲有人介意咱的查某囝，你安怎想？足欢喜的啊！总是这个妈妈安怎讲呢？伊讲吼毋通啦，是毋是吼？你阁继续工作2年？厝内面吼，足需要你这份薪水，足需要你这个收入。你去工作2年吼，我就互你结婚。啊，这个查某囡仔因为真友好，啊，只好等伊要城市的时阵，继续伫遐工作，目屎流目屎滴，甲这个查某囡仔吼，啊来分开。2年了后，真正有一天转来庄头，带一个更较重财、更较缘投的查某囡仔转来，搁一边甲伊的妈妈讲：妈，2年若过去啊。这个吼比之前迄个更较疼惜我，对我足意爱，而且真正吼拢无气嫌讲我伫这个地点啊上班。这老母的人安怎讲？讲的理由拢共款，搁一边甲这查某囡仔拜托，讲毋通啦，是毋是你会当继续工作？这个囡仔，这个查某囡仔听了真伤心。等伊到都市，甲这个查甫分手了的时阵，无偌久，这张批是对这个查某囡仔写批来互因内面的。啊，迄天呢，拄啊，这个刁春伯啊，这个师傅无伫咧，啊，大家就讲哦，来，念真啊，你也帮这个我送哦，念看卖看，这批写什么？吴念真讲，伊张批安怎写已经袂记起了。总是呢，伊讲伊读到有6字的时阵，这个乌巴桑人想要卡壁自杀，伊读到倒6字咧，好毒嘛袂食囝，虎毒尚不食时。读到这6字的时阵，乌巴桑足艰苦，怎么去卡壁？伫遐咧安尼哭，讲吼善都毋是我愿意的，我嘛无愿意安尼啊。总是呢，全部人甲伊扭条条，讲吼，说吼，囡仔念的无准算，咱等刁春伯啊，等下甲咱念吼，安尼才有准算啦。哦，真正迄一日到伫一道黄昏的时阵，刁春伯啊，规身躯安尼吼压榨，啊，总是倒来的时阵，逐个紧甲迄张批摕到伊面头前，拜托伊来读。这个师傅刁春伯一看时讲啊，伊是安尼写啦，我念互你听。伊写啥咧？伊写讲吼，我足介意你的查某囝，虽然现在因为种种现实原因，无法度做一伙，非常的遗憾。善毋是你愿意的，我嘛会当体谅你的处境。如果吼将来若是有缘分，我是真望甲你的查某囝吼做伙啦。
读书的时阵，吴念真伫遐规人拢硬去，叫因老爸拖去讲尻川，罪名是啥？乱读批。哦，吴念真讲伊足生气，迄段时间吼，拢歹插即个师傅刁春伯啊。有一天刁春伯甲伊叫过来，念真啊，我甲你讲，你吼读了无毋对，总是呢，即个事实已经造成。如果吼你将即个意思读出来就好，互即个人有一个望，安尼敢毋是较要紧呢？吴念真讲吼，伊听无啥物意思，总是这刁春伯安尼讲，伊只好点头表示同意。过了无偌久，刁春伯共款逐工拢爱伫即个炭区内面吼，爱去挖炭。有一日，刁春伯无倒来，是安怎？讲吼矿坑倒塌，刁春伯死伫内面。吴念真讲，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阵，哭甲真艰苦，因为伊第一遍感受到什么是一个真实的知识分子。原来呢，一个真实的知识分子，毋是用伊所认捌的对别人欺负。原来一个真实的知识分子，是要用伊所认捌的对别人服侍。你啊，这咱想看觅呢？今仔日当咱会当伫遮有福气看到这个圣经，咱是有宝贝身份，咱是上帝主耶稣基督代言人的时阵，咱是要感受到讲，认捌耶和华就是智慧一个开始。咱要用咱所认捌的，引带更较侪人来到伊的面头前，做伙来享受这款一个荣耀。盐会当消毒。盐嘛帮助咱来做调和一个工作，本质嘛是同款是安尼。所以第三部分咱来看，主耶稣基督对咱一个交代，甲咱讲光爱互热烧，光就亲像讲上帝形象伫咱身躯表现出来，咱来伫光照伫迄个黑暗中，互每一个角度充满着光义。啊，这个就好亲像讲透过着文字，咱来保养真侪好所行，将这个好所行保养的时阵，光会照出。就是上帝性情伫咱的身躯顶面彰显出来，咱毋是咧彰显咱家己，咱的好所行是要显出着生命的光，互咱看起着讲，原来吼，咱都毋是遐尼好的人啦。总是呢，因为有光伫咱身躯顶面，有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咱是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发出着迄款一个光会来照，人要看见咱的好所行，所发出来光，就将这个荣耀归互咱的主，而且。搁一遍来甲大家讲这个文字事工的一个重要性，嘛真感谢咱桃园教会吼，过去以来一直对这个文字事工，恁对阮的关心、支持，甲对阮的奉献，我嘛要伫遮甲大家做一个报告，讲目前教会公报社已经完成嘛上重要的一个代志，就讲要安怎提供一个更较好的读册环境，来帮助更较侪人，因会当透过着这文字，透过着这出版品，来享受着上帝一个恩典。所以，阮伫即个台南门市咧做改装啦吼，即个改装呢，一开始咱看见，阮伫门口的所在吼，有做一个骨牌，即个骨牌是要帮助咱，互咱知讲吼，文字的气力是真大。咱有摕到一笔吼，1万块，即个1万块面顶有一个像叫做福泽谕旨。即个福泽谕旨就咧讲吼，要有5万要来改变，就是爱读册。我捌家做看一个统计数字，就是讲。每一个台湾人一年差不多看3.4本书啦，3.4本册。总是吼，若经过我家己的经验，顶再甲统计吼，无啦无遐多。每一个台湾人吼，拢敢若看一本册，叫做脸书哦，剩的册拢无咧看。阮来用一个即个吼骨牌，即个真做是台南打卡新景点，足侪人爱去遐。你看这是自由时报一个头版的新闻。煞接吼，另外一边嘛，互大家看，讲吼原本啊。是一个台电的变电箱伫遐吼，互涂鸦足歹看。危机就是转机，转将迄个阮家做一个吼，甲包装起来。用啥物包装呢？面顶的图样吼，就是咱台湾第一台印刷机的一个分解图啦。是安怎呢？因为当1881年，台湾第一台印刷机的零件，坐船来到安平。登陆的时阵，毋是规台好好的吼，所以咱讲这是真正台湾第一台印刷机，是用进口零件，全将这个零件吼，阮家摆摆咧，安尼互大家当看，了解着讲，原来这是台湾第一台印刷机。伫内面做一个顶小型的博物馆吼。伫今年这个台北的国际册展，这记者看讲吼，那拢无啥物较趣味的，伊全特别上到咱台湾第一台印刷机的一个复刻版。
啊，因为伫遐会当互做体验，哦，啊，民视嘛做真长的一个报道啦吼，啊，真感谢主，咱当用即款讲宣教的历史来做历史的宣教。啊，伫一楼的所在吼，阮将真侪过去遮个啊用的印刷的需要印刷的遮个工具吼，包括印刷机啦，包括着即个拍字机吼，啊，拢甲伊陈列伫迄个所在，当互人了解。啊，我嘛做真侪遮个文化创意的产品，因为真毋茫讲遮个文化创意产品是咱逐工咱拢咧看的时阵，拢咧用，啊会当体会着讲哦，原来这甲信仰是一个结合吼。啊，内底嘛有一个亲子共读区啦吼，真毋茫讲咱的是大人，咱爱做是大人爱带咱的囡仔吼来就近主耶稣基督吼。啊，伫遐嘛起一台铁牛啊吼，这铁牛啊变做是这个小朋友的秘密基地。啊，总是这个铁牛啊用意是讲要毋茫咱会当关心更较侪这个农民哦，所以伫台湾教会公报社，阮嘛咧卖啥物咧？卖咖啡。讲奇怪，你哪咧卖咖啡？啊，阮卖咖啡毋是为着卖咖啡。是要互人体会讲，什么叫做公平无益的概念？讲要安怎吼啊友善地球，啊来体贴这个农民吼。啊，煞只吼，才有一只真长的这个十字架刀啊！哦，互每一个人坐伫遐吼，你会当安尼啊，真安心伫遐来看册。啊，当你看册看了徛起来的时阵，你就看到迄个十字架刀啊，是啥物用意呢？就是亲像我头拄所讲的，任何的财物若无服侍，拢是假吼。啊，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坐伫遐啉咖啡啦吼，啊看册，啊煞接伫遮吼，你看一块一个碰椅吼，啊我是毋捌坐过即个飞机的头等舱啦吼，啊总是坐伫遐吼，要互你感受咱袂亲像坐即一个头等舱共款，哦，咱若到台南的时阵哦，你会发现讲，哪有一间吼比成品更较成品的所在，啊坐伫遐吼，啊你会当安尼吼，足自由自在来享受阮读册一个快乐，啊所以呢，有我的同工就甲我讲。社长，我甲你讲吼，咱即摆甲这改甲遮尔水吼，嘿，我拢注意看哦，迄人家为咱开门开始就礼拜哦，一直吹冷气，伫遐看册，啊，看到咱关门的时阵吼，等于一本册拢无甲咱买呢。我总甲伊讲啦吼，讲感谢主。如果若讲有一个人愿意好好安静心坐伫即个所在，伫遐享受，伫遐来看册，啊，等伊离开的时阵。发现伊的性命得到改变，你感觉这个性命改变较要紧，还是讲咱卖一本册出去较要紧？我听了了，有影，啊，即摆就毋惊讲，互人坐伫遐拢来买册。本来这就是要提供互人来读册、来认捌主的一个所在。啊，阮用即款的一个心情，啊，来做即款的一个改造，嘛毋茫讲，咱做伙啊，甲阮来为着即个上帝国的事工做伙来努力。啊，伫咱祈祷了的时阵，我有一段影片6分钟的时间。短6分钟，咧透过一段影片帮助咱更加来明白讲台湾教会广播社所有的即个事工。搁一遍，多谢咱堂教会陈牧师以及咱所有同职，恁对阮的关心、支持，对阮的奉献，请咱做伙来祈祷。主献上我的感谢，感谢你伫超过130年进前，伫即个地区的来设立堂教会，互伊真做是金的灯台。是光是盐，伫即个所在、即个地区，互侪人的灵魂无去失丧，得到拯救。主，我为着即个，搁一遍恳求你，互堂教会所做大小代志一尽亨通，互所有的兄弟姊妹身心灵拢得到勇健把助，也恳求你继续引带带领。台湾教会广播社所做文字事工，诚做正教会正兄弟姊妹上好传扬福音事工的帮赞。献上我的感谢，我的恳求，无够格，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台湾教会广播社一直以来毋是用趁钱盈利咧做目的，所以目前咱所发行真侪刊物，拢是真毋茫讲吼，
有钱的教会，你会当加负担来帮助这弱小的教会，有需要看真侪福音刊物的教会，或者是读者，因拢会当做伙来享受这款主的恩典。所以目前台湾教会广播社，咱每一礼拜拢发行超过2万份，咱逐礼拜拢有真侪义工将这个伫遐做打包了，咱送到无共款的一个教会。另外伫咱的《经心周刊》，《经心周刊》伊一直是拢真软性，会当透过着真简单的故事，互人参人之间会当来和好。所以目前《经心周刊》伊每一礼拜拢发行18万份以上。除了这以外，教会广播社嘛不断求新求变。咱除了有出这个新眼光读经手册以外，咱嘛有发行少年新眼光的读经手册。因为咱相信讲透过着读经，甚至是读经的运动，拢会当帮助咱的生命是不断伫遐咧换新。所以这个新眼光读经手册每一季拢发行5万份。所以，阮嘛配合这新眼光读经手册，伫2017年开始来发行一个叫做《充满我》，充满我。这个充满我是真希望讲，当你咧读经的时阵，你的手嘛会当叮当，你会当将这个圣经内面的话我哪甲伊抄写落来。所以，阮有发行这个《充满我》。煞接咱嘛看见着伫台湾教会广播社内面的一个刊物，就是亲子报。这个亲子报是真希望讲，这个爸爸妈妈你拢会当带着囡仔做伙来看报纸，有一个亲子共读，这增加着讲彼此之间的一个对话。我想一个信仰的文字的呈现是爱不断来创新，不断来改变，不断来进步。咱一定爱伫这个网络，咱来用这个电子化一个概念，所有的 TCNN 台湾 Church News Network， 任何的这个电子的一个3C 的方式，拢会当伫顶面来看见到台湾教会公报内底所咧阮的描写的这个新闻。环境会对人带来真大一个改变。如果咱会甲咱的环境用好的时阵，人的心情会做真大一个改变。所以伫台湾教会广播社，阮对这个台人门市开始来做改变，就是希望讲这款的环境是咧提升咱的一个读册风气。这个改装是希望讲会当做市文运动，所有的市文运动就是讲第一，咱咧做一个文字的一个中心，咱来真希望讲这是一个改变台湾人文化的一个所在。这个二楼呢，这款的一个设计阮真希望讲每一人行入来的人，伊会当伫遮来享受到对这个册本来得到一个感动。煞接的真希望讲透过伫遮会当有真侪文化创意的这个产品来帮助人，伊的生活中，互生活甲信仰、生活拢完全做一个结合。目前咱嘛将这个地下室是互员工礼拜以外，这个地下室伊永远会当扮演一个展览场的一个角色。阮定定会当举办做这个新册的发表会，嘛会当利用迄个真好一个空间，大家做伙读者、参作者拢做伙伫迄个所在交流甲互动。目前改装到即阵已经是将近需要800万的一个经费。台湾教会广播社虽然是年年难过，年年过，伫经济上一直有真大的负担，总是阮依然坚持要将最文字刊物
免费提供给所有想要认捌主的兄弟姊妹。非常感谢主的带领，感谢咱兄弟对阮的支持、关心甲奉献，也请恁继续甲阮为着上帝国的起造，同心来努力。这时去圣诗540首，圣诗540首，主地叫咱人。请起立，咱来吟全首。主地叫咱人，真正可怜。亲自自己就为迷失就分辨，即使高我最最难的路，那就叫一个只让只高，注定有那对面更可以，那那个那后面会会关你，一样的会谁个继续就吧，那就叫一个。主地叫咱人，到伊最更变，咱有最后一分，最是多变，看谁关心我啊，那真就啊，那就叫伊讲一人一高。请坐，接下来奉献，请陈素妍、萧素娥结束。请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这时来报告
报告的大声，咱来先来看今仔的根据。我来读一遍，请会众来读2遍。因为上帝捌讲，光对暗里出来的，伊也有照伫阮的心。哥林多后书4章6节，请。因为上帝捌讲，光对暗里出来的，伊也有照伫咱的心。哥林多后书4章6节。因为上帝捌讲，光对暗里出来的，伊也有照伫阮的心。哥林多后书4章6节。遐规周报第一面，咱的礼拜4天，请有分配到4天的兄弟来注意来看。第2面是周间的聚会，甲教育部各项课程，请大家回来看。咱照咱的团契，甲咱咧上课的时间来照时阵来上课。第3面小组组织这个拜3用案，大部分的小组拢会来教会701教室做参加一个安慰礼拜，其他小组照小组的时间来行。第4页到第6页，拢是各小组的代祷事项，请大家照每人的所需要来替因代祷。第7页，奉献的免税，请咱会友家来看有顶台的，请找技师来找干事来更正。第8页，消息的报告，今仔是文理4天奉献的主日，欢迎彭兰庭牧师来本会请安分享，请兄弟为伊的4天代祷来甲奉献。下午1点半，伫705会议室要举办关怀讲座，要邀请到彭志宏牧师来主讲。讲题是婚丧喜庆面面观，欢迎兄弟踊跃来参加，共同来造就。得胜者的聚会，要伫爱餐的时间，伫701教室来举行，请得胜者的成员来出席。后主日要召开好会，选举中职。第1场甲第2场的礼拜要合并，礼拜时间是上午9点半，请会友来注意。礼拜时间是上午9点半，请会员来踊跃参加。迄日咱的提供是便当，礼拜结束以后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当日当选的场日也请列席参会。10月份特月中职场日于志平、技师李正义加穆桂英。10月份的生日名单，请大家来看。小会消息，经过预选的结果，公布中职候选人的名单。小会推荐2018年的场日候选人陈建州、李文圭、王浩杰。小会推荐2018年技术候选人有黄传进、陈建州、李文辉、黄腾义、赵美珠、傅其芳、刘泰山、陈柏元、柯明伟、王阿琴、蔡如。来教会消息，咱的车库头前的平面停车位，咱我近车库头前迄个停车格拜1到拜6，唔通停车，以免影响后运车出入。注意时间才会当来停，请会友来配合。10月到12月份的新安宫读经已经到啊，欢迎会友到6楼来领取。为着预更新台东新港教会文创物品的预备伫4楼，请兄弟会后来甲购买，来支持因的事工。请各单位编列107年的预算表，财务的预算表，咱来伫10月29
去节制。第五，教育部教学经委员会公告，开始106年学年的第一学期，会将助学金的申请到本日到今仔日中午12点为止。要申请的同学，请赶紧将你的资料先交予恁各班的老师。第六期的社区会议班的招生对10月14日起每拜六上午10点到11点，要参加的请为简成技师还是郑雨彤干事来报名。教界消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妇女人权历史专题讲座，10月14拜六上午9点半到12点伫新竹的公园教会来举行，现场收费100块。详细情形来看4楼公布啦。总会全国查经营，互人好好的保罗。10月23到25，伫拜1到拜3，伫高雄中华电信高雄训练所，每人是3000。10月10号报名截止，请朱美玲姊妹来报名。教会领袖培训的课程，伫新竹长老教会，一摆报名费是200块，上课时间是8点半到12点。10月初7的课程是医院关怀探访实务的操练，请咱注意这个上课的时间。另外一个时间是16月初4。第4项是财团法人立新基金会主办的反暴力让爱飞翔慈善音乐会，本会妈妈合唱团有受邀来参演，目的是为着受暴的妇女的生活中间来募款，时间是10月14日按7点到9点，地点是桃园区的妇女馆，就伫火车头后火车头的建国国小后面费用每张300块，本会有50张票，卖完为止。详细情形来看4楼公布栏海报。若买票的，请找办公室。具体消息，本会着小英姊妹的丈夫总委员兄弟伫9月16日拜六蒙主温调，伊安慰礼拜伫9月27拜3暗7点半伫本会701教室来举行。伊个别礼拜是伫9月28拜4上午9点半伫桃园市立殡仪馆和平厅举行。原主安慰遗嘱，请兄弟参加并安慰代祷。这是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真欢喜，通过台湾广播社文理事工的奉献主日，咱邀请到迄个方我真歹翻，本南丁牧师来到本会，直接甲咱敬拜上帝，嘛会带来真好的分享。这时咱用普话声来代表咱的欢迎与感谢。礼拜进前，我一定问牧师迄个伊的姓要安怎念吼？我头念是足久嘛是翻，喉咙袂出来，饭啦吼饭。一只嘛毋茫讲通过头寡本牧师伊正详细的这个介绍，毋茫咱继续用咱的奉献甲代祷来继续支持咱台湾广播社这文理的事工，这个福音的这个事工。一只嘛来补充。即个具体的消息报告的部分，毋茫咱因为讲淑英姊妹的翁婿，即个郑议员兄弟的个别室是伫周间，毋茫咱会当半工来参加，总是袂当参加啦。毋茫咱用祈祷来人关心，来人安慰。
一只嘛也我有一个报告陈正卿兄弟的第二位后生德恩甲介民因自9月21号得到上帝所授予互因的一个产业，一个查某婴仔，一个查某婴仔，一只报告，互咱甲因做伙来欢喜，好，因为头拄有讲到丧的着喜的代志，所以毋望咱今日下晡1点半的时间半工来参加这个讲座，这个关怀系列讲座，婚丧喜庆面面观，毋望咱做伙来受造就。一只嘛要来提醒，后礼拜咱的礼拜要来举行这个好会，所以好会是第1堂甲第2堂合作会，所以咱礼拜时间是几点？9点半，毋通8点就走来哦，是9点半。毋望咱回去了后，为着咱第8夜才会受选人，为着因来祈祷，嘛为着家己来祈祷。互信神来引带这整个选举的过程，咱敢捌顶悬的这个候选人，敢有捌？拢捌啦吼。若毋捌的时阵，迄毋通阿伯教你捌的，若是毋捌，咱会当私下去探听讲，这是某咪人，敢有需要一只伊唱名，互大家熟悉？有无？不要紧，后礼拜啦，后礼拜较请名，互大家熟悉啦。毋望上重要的，牧师是要呼吁讲，咱真正用祈祷的心，用敬虔庄严的心来面对后礼拜这个好会的选举。好，以上一只做补充的报告。上营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临时煞请彭牧师接导。同心人领袖，但即时我奉主耶稣基督名，通好胆安尼讲，带恁通平平安安出去。我将恁交伫疼人主耶稣基督的怀抱。愿上主的恩典，即号的恩典，就是互人有宝贝身份的恩典，甲恁大家三甲伫地。愿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疼叹。即号的怜悯疼叹，就是互每一个人拢会当参上帝个好，是透过主耶稣基督牺牲的怜悯疼叹，甲恁大家三甲伫地。也愿圣神引带带领，亲像是老爸，亲像是老母，牵细囝的手，要行伫正直的路，到伫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接歌。I
电乐灭倒。平安礼，请起立，咱边仔的人讲，永远有平安喜乐，甲你三个伫底。